第11章，天國嘅奧秘。約翰顯圖訪耶穌。第1至第6節，耶穌囑咐完咗佢嘅12門徒，就從嗰度走咗，為在佢哋嘅城裏施教宣講。約翰在獄中聽到咗基督所行嘅，就派遣佢嘅門徒去，對佢話：你就係要嚟嘅嗰一位，或係我哋仲要等候另一位？耶穌回答佢哋話：你哋去，把你哋所見所聞嘅報告俾約翰。瞎子睇見，瘸子行走，大病人得咗潔淨，聾子聽見，死人復活，窮苦人得咗喜訊。凡不因我而絆倒嘅，係有福嘅。第7至第15節，耶穌稱讚約翰。佢哋走後，耶穌就對群眾論約翰話：你哋出去到荒野裏面，係為睇乜？為睇風搖曳嘅蘆葦嗎？你哋出去到底係為睇乜？為睇一位穿細軟衫嘅人嗎？嗰穿細軟衫嘅人係喺皇宮裏，你哋究竟點解出去為睇一位先知嗎？係嘅，我同你哋講，而且佢比先知仲大。關於呢個人，經上記載話：睇，我派遣我嘅使者喺你面前，佢要喺你前面預備你嘅道路。我實在話俾你知，喺婦女所生者中，冇興起一位比洗者約翰更大嘅，但喺天國裏最小嘅，亦比佢大。由洗者約翰嘅日子直到如今，天國係以猛力奪取嘅，以猛力奪取嘅人就霍取咗佢。因為眾先知同法律講說預言，直到約翰為止。若是你哋願意接受，佢就係嗰位要嚟嘅厄利亞。有耳嘅聽吧。第16至到第24節，責斥同代嘅人。我可把呢一代比作乜嘢呢？佢似坐喺大街上嘅兒童，向其他嘅孩子喊叫，話：我哋俾你哋吹咗笛，你哋卻唔跳舞；我哋唱咗哀歌，你哋卻唔捶胸。約翰來了，仍唔吃，仍唔飲。佢哋面話佢附咗魔。人子來了，亦吃亦喝。佢哋卻話睇嗰個。一個貪吃嗜酒嘅人，稅吏同罪人嘅朋友。但智慧必藉自己嘅工程彰顯自己嘅正義。嗰陣，耶穌就開始譴責嗰層睇過佢好多異能城邑，因為佢哋冇悔改。科納扎因，你係有禍噶；貝特賽達，你係有禍嘅，因為喺你哋嗰度所行嘅異能，如果行在提洛同漆冬，佢哋早已身披苦衣，頭上灑灰，做補贖啦。但係我俾你哋講，喺審判嘅日子，提洛同漆冬所受嘅懲罰，亦要比你哋容易忍受。仲有你葛法翁，莫非你要被高舉到天上咩？將來你必下到陰府裏，因為喺你嗰度所行嘅異能，如果行在索多瑪，佢必會傳流到今日。但係我同你哋講，喺審判嘅日子，索多瑪地所受嘅懲罰，亦都要比你哋容易忍受。第25至30節，誠實人獲得喜訊。就喺嗰陣時候，耶穌發言話：父啊，天地嘅主宰，我稱謝你，因為你將呢啲事瞞住咗智慧同明達嘅人，而啟示俾細路仔。係嘅，父啊，你原來中意咁噶。我父將一切交俾咗我，除咗父外，冇人認識子；除咗子同子所願意啟示嘅人外，亦冇人認識父。凡勞苦同負重擔嘅，你哋都到我跟前來，我要使你哋安息。你哋背起我嘅軛，跟我學吧，因為我係良善心謙嘅。咁樣你哋必要揾得你哋靈魂嘅安息，因為我嘅軛係柔和嘅，我嘅擔子係輕鬆嘅。